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今天是我外婆从医70周年，我和镜子作为外婆的学生，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送给她。我把你第一道来玩，自刚自办。现在帮你做个好么子了啦。喏，我不送你70岁年礼物。还是份科技高。做得漂亮的，上头带位名字嘞。那个实心的。哦。蛮重的。哦，高头送指甲。一张闪闪睡袋，寓意幸福安康，吉祥如意。来，蓝瑞星过一过。阿松，都已经阿吃了。就是70年前的这个暑假，其实我外婆呢是评弹世家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但是我太公一直反对我外婆唱评弹。1954年，我外婆要读初中了，家里面拗不过她，我太公的思想也有转变了。就在那个暑假，我太公出去演出的时候，就把我外婆带在了身边，正式开始学艺。后面读初中、读高中，我外婆每天回到家都要练2个小时的功，唱评弹。6年时间一晃而过，我外婆高中毕业之后就进了评弹团，开始了跑码头生涯，就是内行话说书了。我来问问先生子，我把那个些辰光读书安去过江浙沪哪点上学？上学先生节是半年，高新啊，浙江嘛乌镇啊，你本来你好那飞我是书的，因为初中毕业17有的上海再生了，我要去看你要飞我去看。那么原来呢，读自家一个月呢，你要这个一个人呢，你想个我欢喜弹弹唱唱嘛，你讲搿你就跟我出去学习书法，既然你欢喜。我问问，那个后头来高三毕业哪分去看大学呢？高三毕业我开了大学，还我去看农业呀。我跟你们也是哦，我想我毕业出来做事情跑到乡里去，还我去种地嘛，我哪吃得些呢？可是还是唱评弹好了。70年时间一晃而过，本来我外婆是想把评弹作为终身的事业的，结果到了某一年，被迫去了街道生产，而且我爸是高档生产不算工龄的，所以我外婆现在工龄很吃亏，退休工资只有3000多，命运啊完全都改变了。